永大溜冰场是国内第一座符合国际标准规格的一个室外型的一个200公尺的一个比赛场地跟综合型的一个练习赛道建筑物跟我们的一个训练赛道融入整体的一个景观特色那当然也考量到未来的一个停车空间跟我们的练习赛道跟我们未来的一个儿童运动的一个公园来做一个整体的结合，建筑物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考量跟风向希望能阻挡冬季北风创造一个适合练习跟适合小朋友游戏的一个游戏公园的一个部分永大溜冰场导入了一个节能设计手法包含屋顶的一个太阳能，还有雨水回收系统，然后还有包含我们的赛道的一个结构工程的一个强化让我们的赛道能够未来能够运用的一个更永续、更环保的一个做法来让我们的赛道能够更坚固也更耐用。我们的成绩一向在台湾各县市是那个排在前面的，长期来有它优良的历史。那我们滑轮溜冰场地说实在的不多，所以造成我们以前的选手也会流失了。杨和珍，他就是在世界大学运动会拿了5块金牌、1块铜牌以后，这个引起大家的重视。所以才争取前瞻建设的经费，盖了这个现在这个大湾这球场。那这个是第一个是世界国际标准的抛物线的做法，很好的场地，适合的场地，才能栽培更好的选手。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开始了，不是这样就截止。以后希望在台南市有更多的场地。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滑轮场是在111年动工，112年完工。那短短2年期间，说经历了好几次的升级，所以经费也从原来的6980万，现在变成9420万，所以将近的增加了快3000万。当然了，我们是要求好了但是就是说也希望说，球场完工之后，这个运动场完工之后，能够大家好好善用，不要破坏它。因为这是非常昂贵的，而且设计是非常吸引全世界最新的，也是全台湾第一座合乎国际标准的这个滑轮场，所以我们希望用意是希望第一个培训最优秀的我们滑轮选手，那另外呢也希望说能够提供很多民众他可以让他们的小朋友能够有机会体验接触滑轮运动的这个项目，能够培养下一代的这个接班人。因此呢，它的设计兼顾专业，还有兼顾大众都可以使用。因此呢，维护盖是盖好了，维护要维护得好，这也是变成一个很大的责任跟这个工作。因此呢，我们也希望说，将来维护单位赶快决定了好，那我们可以让这个活动这个场地提供最好的，为市民以及为选手提供最好的服务。大家好，我是杨顺怀，欢迎收看10月30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先来关心台南市议会定期会，议员周奕奇将对南华和平桥、南西成功桥等桥梁的基地掏空，以及指定7座桥当中有3座桥只要落大雨，就会淹过桥顶问题。在种植村当中，基于市府只拄到山区所需要预算，永远拢讲无钱，要求市长前来改善。议员周奕奇提出南华和平桥、南西成功桥以及指定50水桥等等山区要有3座桥梁，其实基地已经掏空，边坡嘛有安全顾虑。不过这期市府却无动作，要求干务局进行桥梁检测，进一步补强。路边的壁船嘛要同步检讨。议员强调，伊伫总理村所讲的拢是有迫切需求，千万唔通以无钱来回应。一旦出代志，上要负责。就是市长黄伟哲明确表示，依照危险的迫切性，分阶段来找经费改善。这个桥因为它的下面目前就是有水，所以现在拍不出来。那上面看起来是还好，但是下面其实都是像这样子掏空。那这3座桥，我想要问一下，因为和平桥我之前
去年我就跟你们讲过，但是到现在我们市府都没有动作。那是不是需要等到桥梁已经下线，或者是断掉，你们才愿意去？这个事情有每年都有桥梁检测，安全还好。可是我看起来这个照片看起来基底有点掏空的状况，所以说趁现在慢慢进入枯水期哈，慢慢进入枯水期，底下就没有那么多水。基底有点掏空，但是我们要再回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市府要去编列这些预算都是要时间的。那这个桥还能不能撑2-3年，我们不知道。那这一部分我们就必须要未雨绸缪，开始去找经费。我们先去找经费，开始去整理。中央可以补助，中央不能补助，我们先用2倍金处理。开始维护用路人安全，议员要求山区的路树嘛要全面健康检测，临时将500万经费拢放伫市区，而且山区顶内树基有一寡是私人土地，无法度修正处理，却有安全的顾虑，一并要求市府参考台北市相关的要点来处理。对此市长嘛表达认同。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发展太阳能核电共生等再生能源，应该是世界趋势。不过，因为大选沦为政治操作的战场，对此，议员朱正轩伫蒋介石就要求市长澄清，捍卫台南热能的发展，千万唔通因为不法个案造成负面影响。台南太阳光电案因为大选个别提来消费，特别核电共生等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被误导抹黑，并很有政治的概念。对此，议员朱正轩伫总理顺地要求市长出面澄清，千万唔通因为不法个案影响整个产业发展。张五跨的这个柯文哲，他有来我们的这个海线来看一下我们的渔电共生那个是不是请市长？因为他来看了以后也没了解多少，他甚至连是不是渔电共生的案场，还是专门种电的，他都搞不清楚。然后对渔电共生产生很多污名化，甚至对于我们的永续能源产生很多污名化谈话。近零碳排已经是一个全球配置末然能域的一个潮流了。那所以说，在台南如果能够发展风电或者其他再生能源、氢能什么，我都愿意，都欢迎。但是因为台南现在强项就是在太阳能光。所以发展光电这几年来是蛮多的，但是我只想讲一个，任何的行业、任何的这个产业都有可能有比较坏的人在的，譬如说，垃圾清运也有比较糟糕的，做沥青也有比较糟糕的。同样做光电，如果有人做不法的情，就应该让司法机关去追究。那但是要选总统的人，好，尤其做一个公众人物。如果是用一个不实的消息来误导民众，来污名化光电，我觉得其实是蛮可惜的。台湾的热能转型路上需要不断调整，检测会有心人士操作犯错。不过，有人企图借着抹黑光电来进行政治操作，也是因为台南是热清的本命区来攻击，来斩断台南热能发展的道路。议员认为，对台湾未来热能发展拢是伤害。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根据市警局的资料显示，截至到今年9月，受理民众检举交通违规的总数高达42万5千多件，而且成案比例嘛高达8成到9成。对此，议员尤仁智强调，民众确实违规无话讲，不过伊怀疑有的是调工作手要来糟蹋的，要求警察局一定要查明。议员尤仁智提出，市警局今年1月到9月受理民众检举交通违规的统计，发现总件数有46万5千多件，相当可观。其中，议员的选区包括麻豆、关田，有1万3千多件，而且成案的比例高达8-9成。议员以部分被开单违规的画面发现。有的超上黄线，是因为车道占用，被迫驶到快车道煞被检举。对此，议员强调，超速定违规无话讲，不过质疑有的是被做手糟蹋，要求市警局一定要查明符合情理法。具体你看，这违规的车，伊家翕，这天气打人哦，米在条边伊买翕无？我去统计完，10门区这个部门啦，麻豆、
9400元啊，关电4065，六甲1265，下下上车啦，547元。来电脑一个叫新子中嘛，所以新子中一个销毁，这就是违法。对，应该是这样嘛。所以你认定是不是有意违规停车来踏过双黄线？边啊，老师故障还是不方便，伊销毁是袂要紧。我看这款电子的是。可是检举无奖金通摕，哪有人遮尔热心做这道？议员真正想无来请教局长。局长讲，这群人自称正义使者，所以也是呼吁民众守法，就免惊被人检举。一旦违规有需要解说，嘛请民众申诉，避免权益受损。台南新闻管制张硕维采访报道。由联合报系主办，台南市教育局中民国中开启育风奖协办第17届联合杯作文比赛，伫台南中民国中进行初赛。这次作文的题目非常生活化，有家长认为看起来简单，也毋过非常有挑战，是培养囡仔写作能力的好机会。联合杯全国作文大赛是全国具有指标性的大型写作赛事。分为国小、国中、甲高中级，总共6组比赛。今年有854人报名，甲去年相比有成长，代表学校甲家长对写作能力的重视。平常就是喜欢阅读，然后对作文也蛮有兴趣的。那我们家人其实都还蛮注重他们的一个文学的培养的啦，也希望他讲话也会比较得体，所以。只要有比赛，我们都会希望让他多参加。今年的作文题目分别是国小拍照好康画的收藏品，国中爱写出青春不迷惘、志刚经验谈以及社会万花筒。高中级题目画的幸福时光，为日常生活到自身经验观察，考验学生的写作能力。作答时间20分钟，差点没写完，时间根本不够。题目是我的收藏品，然后就写自己就是特别喜欢的东西。联合报来办理这个比赛，是能够提升我们孩子在未来准备国中教育会考作文的能力。那事实上，目前的国中教育会考是呈现有些学生能够达到6级分。那今年的部分只有不到1%的学生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那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每年的作文比赛，让孩子能够先有经验，然后就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结合自己的一个本身的写作能力，来提升这个写作的素养。决赛将伫12月3号举办，每一组选出第1名到第5名，以及30名加做参加。教育局指出，写作爱写得好是靠平常的画图。台南市一直以来持续推出各项画图计划，就是希望学生伫课业之外，会当真正画图素养。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安平凯台天后宫受邀前往梅州，甲海内外100外景宫庙共同参与马祖舞华升天2032年海祭大典。期间，凯台天后宫也前往济景友宫参香，希望透过宗教信仰的交流，加深两岸人民的情感。今年是马祖回升1036冬。伫梅州限量港天后祖祠以及梅州马祖祖庙，分别拢举办海祭大典。安平开台天后宫甲海内外100外间宫庙，拢受邀参与这场盛会。伫限量港的海祭，安平开台天后宫主委罗友礼也担任头炷香，一同敬拜马祖，钟鸣盛大隆重。主祭人裴
这次梅州一做期间，安平开台天后宫也前往一间友宫拜访参香，分别有限量港的天后祖师、梅州妈祖祖庙、莆田文峰天后宫、泉州天后宫以及厦门仙岳山土地公庙。安平开台天后宫主委罗玉瑞表示，希望透过宗教信仰的交流，加深两岸友好互动。海祭的活动，嘛真圆满，真顺遂。足难得的就是讲，在咱安平嘛过去咱大陆地界了后，神煞有若去拜访因的姊妹亲咱的文峰宫，含迄个泉州天后宫，神煞去咱迄个厦门的仙岳山来做一个足有意义的这个回乡的这个活动啦。总是这届安尼足圆满，来完成这个活动每年就拢有来3、4届啦促进呢咱这文化宗教文化交流，促进呢文化的和平啦所以咱呢为着大家文化民间的这交流，也是促进呢大家平平安安啊，身体来咱国家呢风调雨顺。5天的参香行程，虽然逐天拢行程满满，早时出门，暗时才回来，但拢无人咧发忝，颠倒是感觉难得有机会得到妈祖拜访参香，非常有意义。对这段旅程印象深刻，充满感动。几天的行程很棒，都没有雨耶，刚下一点雨，然后云开了。那在祭典的时候，那个风和日丽，很棒。大家的信仰真的是，宗教信仰真的是凝聚人心，凝聚人。我们应该要更团结，台湾要更团结。这趟旅程有没有什么比较感动的事情？就大家对马祖的这个信仰都很虔诚啊。这趟梅州行真的，就是很难忘。灵感的马祖啦，搁有加上加团结的委员会，互阮大家有无搁接受到热情的招待，互阮大家拢足快乐的。马祖真灵感，因为迄阵咧开工典礼的时拢无去，拢学英文，拢袂读书，真灵感。马祖它本身它是一个孝属得道的一个神嘛，所以无形中我们也会跟着他的脚步走，所以我也常呼吁说，进香这一类的让比较年轻化的人一起走出来，让大家一起参与。马祖正不正？正。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这60岁以上的长辈，因为两骨退化，得到神经造成脚麻无力的镜头，出现腰椎下载症。若是当相关手术，有一定的风险。台南市立安南病院就有一种脊椎双通道内视镜微创减压手术，改善程度有9成以上。人体的两骨会随着年龄退化，产生椎间盘高度减少，产生骨刺等现象，造成脊髓和神经根的压迫，这就是脊椎下载症，会常常发生在第4节、第5节的腰椎之间。这个脊椎下载症大宗是退化性造成的，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造成的，外伤造成的，肿瘤造成的，这都是比较少见的。那大部分都是一些退化性造成的。那像这种退化性的脊椎下载症它大部分都发生在60岁以上的病人。甚至有些人，因为他的工作关系或生活习惯，造成他腰椎提早退化，50几岁病人也有可能会遇到这样。过去脊椎下载症手术对骨性结构甲软组织破坏较大，手术了后可能会发生腰椎袂稳定的情形，会甲腰椎融合手术进行，也毋过过程当中有伤及神经的风险。即马台南市立安南病院就有新式双通道内视镜微创减压手术，会当精准针对神经对的所在减压。过去对于这种狭窄压迫的病人大部分都会做一个骨性的减压就帮他做神经减压。那
但是在减压过后，病人的脊椎因为这些破坏可能会造成一个不稳定，所以大部分都会做一个减压加上打钉子融合的手术所以病人的腰椎就会有可能2节到3节不等程度的被融合了。那我们这次的手术，我们是不做融合的，单纯做精准的治疗，精准把神经压迫的地方做减压，没有做到像以前传统那么大范围的破坏，所以可以保留它的腰椎的稳定度，也不需要做到打钉融合的部分。新式微创减压手术强调更精准，神经受伤风险更较低。减压改善程度较悬，并发症发生率低。不过一寡医疗耗材要自费5万块到7万块不等，民众会当自行评估。台南新闻孙怀采访报道。高雄高山鱼市场开始增建以后，位伫边仔完美景点，煞变成钓客钓鱼仔的所在，结果引起游客甲钓客的争议。就有民众甲附近里长建议，市府爱找找开放高雄港的安全钓鱼仔的地点。除了解决争议以外，嘛可能会变成高山另外一个新的景点。曾经有全台最美鱼市场称号的鼓山鱼市场，在进入休馆整建后，人潮也不复往日，但却在近期传出有钓客在鱼市场旁钓鱼时，因为挡住了完美打卡景点，禁渔翅膀，进而引起双方争执。而重点是一旁还有海洋局所树立禁止钓鱼、违者罚3万元的告示牌。目前鼓山渔港我们是没有开放钓鱼，民众在拍照的时候跟钓客有一些发生一些冲突那这个部分我们海洋局会督促鼓山渔港管理站的同仁，会同海巡人员加强来巡逻取缔，那提供给民众一个很好的一个造访跟拍照的一个环境。毕竟是海边嘛，有人钓鱼真是正常的事情。这边是禁止的，这边是禁止，只是还是很多人会去钓。有当地民众认为，高雄市是海港城市，虽然水利局有在今年5月份公告开放部分水域作为示范钓点来提供钓鱼，但湾岸区除了北高雄的弥陀区外，高雄港湾为了来往船只的安全，几乎全面禁钓。位在鱼市场对岸的哨船头李里长对此也提出了两全其美的看法。我想这个问题是长久以来、长久以来就拢有啊。连咪发生伫阮西子湾，无的哨船头，目前发生伫鼓山鱼市场。我觉得钓鱼是一个蛮好的休闲运动啦，有些就很好的亲子活动但是他们长久以来也都没有一个钓鱼的地方。想说，如果说鼓山鱼市场，它本来就鱼市场，也跟钓鱼抓鱼有关如果可以尝试把它做一个规划，看一个钓鱼的示范区，怎么把钓鱼变成一个很好的活动，那可以趣味竞赛或者是亲子游憩的一个活动希望鼓山鱼市场如果恢复营业政府也可以跟他合作，我们来跟钓鱼的人讨论，来解决这个钓鱼的问题，不要长久以来就是一个对立的方式。毕竟喜欢钓鱼的人很多啦，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去开放，可能哪一个时段，什么时段点可以让他们去。就是让他们在那边钓，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船可以出海去做海钓。多数钓客之所以喜欢钓鱼，一方面是娱乐兴趣，另一方面也是渔获的分享。随着挑战度越来越大，钓客也常常前往违法禁钓区钓鱼，不仅可能危及自身安全，也会吃上巨额罚锾。而里长的建议，在安全考量下，或许政府可以找出最适当的方式，保障了钓客安全，也满足钓鱼的挑战。说不定在未来，海岸线整排钓客甩竿的画面，或许也能成为高雄港最著名的朝圣拍照景点。记者李嘉龙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